人讲千金买厝，万金买到好厝边。住伫咧高雄前镇呢，有一个住因兜楼顶的民众，当期甲这户宅当作是粪扫场，常常甲这粪扫拼去楼骹的这个户宅顶头，而且这款的行为已经有1年了。里长也讲，这粪扫就清袂了，已经通报环保局，按算要装这电眼监视器，希望会当阻止厝边乱弹粪扫。爬去1楼的厝顶，就当看到有人弹粪扫伫户宅，地下内底粪扫也甲规世界。前镇区的狄中里李明真困扰，因为常常粪扫为楼顶乌白弹，规个户宅拢是杯啊、纸盒等等的粪扫。附近上少20户里面拢受到影响，鸟鼠、家纸伫内，里面拢真无奈。伊拢无出去倒粪扫啦，即马伊食遮个物件，不管食麦当劳啦、鸡蛋壳啦，还是啥物有一大堆哦。拢往外丢，安尼就对啊！伊拢撑到晚上11点，才无看到的时阵哦，安尼弹落来迄落去啊。居民讲，因厝边恶迹行为已经有1冬啊，里长连续接到居民通报，嘛已经清几若摆。里长表示，大家拢知影是倒一户弹的，只是无证据，环保局嘛袂当罚钱。目前干来当车住户暗时啊开电火，互弹粪扫居民知影有人咧注意，请因莫阁乌白弹。拜托遐个住户大家协助。暗时开电火，装电火来甲伊翕看掠到的。查明污染行为人后，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规定，裁处1200到6000元罚款。里长讲，伊已经通报环保局，这礼拜环保局有人员来稽查，嘛协助装电杆，毋望歹厝边莫阁做无公德心的代志，互里面清气舒适的环境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